吧，将军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走。我们人多欺负你人少，你输定了。你们以为就你们几个人能赢本将军吗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福生，拿东西。这是来自经典喜剧片《大内密探零零发》，将2片叶子合二为一，双手迅速转动，然后形成巨大风力，看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杀人于无形当中。吹呀吹呀风啊，让风继续吹。分开以后，2人使用威力更大。冯峰，官人，我妈可以起来救你了！太后娘娘，我是柳儿啊，太后娘娘。柳儿，妹妹，姐姐，我是你妹呀！晕了。妙芝姐一下子经历了太多的事情，再加上她看到芬妮跟她长得一模一样，一下子就晕倒了。还好柳儿已经跟她解释清楚了。皇上已在众大臣的配合下重理朝政，重掌兵权，所以你可以放心了。哎呀，你又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何处置拓跋亮。你肯定舍不得杀他。拓跋亮乃一介爱国良臣，穷其一生对外杀敌，保家卫国。我国百姓能享受如此富足安稳，一半皆是因他。如果他品行好，我将国家让与他都无妨。只是现在，元宵回来了。唉，你那么好心，人家未必能接受。你抢了人家的初恋，耽误了人家的大好青春啊！这个账肯定要跟你算啊！你再加上他脾气那么倔，我觉得他宁愿剖腹自杀，也不会接受你的和好的。如果……什么如果啊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要把我推到刑场吗？亮，梨花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梨花树下说过什么吗？你还记得？这些不是应该统统可以忘掉了吗？我会忘记吗？这种事情对于皇太后来说，未免也太微不足道了吧？其实，这么多年来，有一个秘密一直在我心里藏着。当年为了与你私逃，我以死相逼父母亲，逃出家门。我在码头一直等着，却盼不到你来。我一直等着，等到我父母亲差点被那个传话的公公给害死了。如果再交不出我，就会以欺君之罪灭我九族。我只能回去。当时我收到你的亲笔信，说你选择了荣华富贵，要离我而去。
就是我们二人的命运吧，由不得我们选择。我注定会成为深宫里可怜的人，而你注定要成为大将军。大将军吗？当时我们在梨花树下，我们说长大后想要成为怎样的人？我只想相夫教子。你说你最痛恨万藩倾国，让百姓受战争之苦。你说你不会让他们再踏入我国半步，哪怕血洒疆场，也不忍心再看到满街的孤儿乞讨。你还说，你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过最平静、最简单的生活，哪怕自己满身鲜血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就是你一直想成为的那种人，一个爱百姓、不顾自己的大将军。那个时候的我，人最绝望的，不是当不了自己心中所想，而是成为了自己最痛恨的那种人。亮，你还记得自己的初衷吗？人生如戏，人生重要的时刻，就只有那么几个瞬间，你又何苦执着于这么多呢？臣知错，请太上皇责罚。爱卿请起。谢。和你这么面对面聊天，也是件奇妙的事情。我也是。刚刚我被你和特拔将军的爱情感动得稀里哗啦的。你演得真好。不，是真情流露。他们说你是现代天下的第一戏子。算是吧。不过在我们现代不说戏子，说演员。哦，那你能多陪我说说现代的事情吗？你想听哪方面的？李欢，你的太上皇。